伫咧家己国小内底，当看到真侪用插头所做的鹿仔，用各种的姿势放伫咧遐，非常的高水。这是嘉义国小今年准备要毕业的学生发挥创意，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，同时嘛要留予学校做一个纪念。小朋友在彩绘的过程当中会发现，其实在画油漆跟画水彩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他们先上了底色之后呢，就开始依照自己原先设计的想法，开始着手去画。但是在画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受挫，因为第一个油漆的颜色跟水彩还是不一样的。再加上油漆刷跟水彩笔又不一样，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哦，老师好难哦，老师好难哦，所以其实很多组别都会不小心的画坏的又重新画，画坏又重新画，这样子花了2-3天的时间，他们才把他们自己小组设计出来的小路做最后的完成。校内面目前有18只用插头所做的小鹿仔。每一件作品拢是透过囡仔因无限的想象力来完成，同时嘛，让学校上好的毕业纪念礼物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